各位，如果我話菩提祖師趕走孫悟空唔係懲罰而係點化，你哋信唔信？因為呢啲先係丹道修行入邊最隱晦嘅訣竅。孫悟空用10年壽命換翻嚟嘅唔係72變，而係一個唔可以講得出嚟嘅秘密。今日我哋講長生訣、水簾洞同水簾洞。孫悟空喺菩提祖師座下修行咗10年，而且練到一身本領，但係呢，就因為喺人哋面前演嘢，俾祖師趕落山。一切嘅原因都係同祖師傳俾孫悟空嗰篇功法有關嘅。今日我哋要透過呢篇功法，同大家講解一下古人丹道修行嘅具體方法。呢篇功法其實就係大品天仙訣，而佢呢仲有一個名㗎噃，叫做長生訣。呢篇功法入邊其實存在咗修行嘅3個層次同方法。第一個層次，性命3大基石：顯、密、圓、通。呢4個字其實係講喺修行修道嘅過程入邊嘅火候。修行過程外在嘅顯現，譬如話打坐啊等等，要喺內在嘅生命能量運行規律，比如話精氣神嘅轉化。二者要達到一種微妙嘅中正平衡狀態，既不側重外在嘅生命，亦都不會過於偏向內在嘅性，保持通達宇宙，突破形式束縛嘅一種先後天合一狀態。只有咁樣，先至會達到性命雙修嘅最高境界，金丹方可達成，成佛成仙自然都不在話下啦。而性命雙修嘅方法就係性命嘅3大基石：精、氣、神。簡單嚟講，如果將我哋嘅身體比喻係一部汽車嘅話，精就係身體嘅油同埋零件。有人就話自己精神萎靡、氣血不足，咁可能呢就係你嘅身體冇油啦。呢樣油呢，你明㗎吓？氣啊，就係身體呢架車嘅電同信號，佢可以確保我哋嘅身體可以正常工作。而神就好似我哋身體嘅遙控器咁樣，譬如話身體嘅神經系統，佢可以指揮我哋諗嘢啦、動作啦。所謂性命雙修，就係要我哋由內到外了解自己身體，了解自己嘅思想，然後再提高佢哋嘅層次同維度，而且兩者缺一不可，一定要達到平衡精進，咁先至係丹道修行嘅基礎嘅基礎。就算你唔修丹道啊，一樣可以通過防止精氣神流失嘅方式嚟到自身進行能量嘅恰當管理，咁樣你就可以大大減少精力透支、注意力渙散呢啲問題啦，一樣可以做到延年益壽。長生訣嘅第2個層次，淨化同提升。修煉到關鍵步驟之後，就需要摒除邪欲得清涼啦。其實就係淨化邪欲，唔單單只係世俗嘅慾望，仲包含所有消耗生命能量嘅負面情緒。比如話我哋而家職場入邊成日講嘅情緒管理啦、壓力釋放啦，本質上就係呢種修煉嘅現代簡化版本。想要保持精氣神3無不泄露，就要摒除邪。欲練己持心，當心靈達到光皎潔嘅狀態嗰陣時，我哋就會以進入更高維度嘅意識體驗，亦即係丹道入邊嘅3品大藥，凝結身心大定。而想要自己達到呢種層次嘅狀態，其實呢篇長生訣入邊都有具體方法嘅，只不過呢啲方法都係加密嘅。月藏玉兔，日藏烏，自有龜蛇雙盤結。月藏玉兔其實就係龜，亦即係後天8卦入邊嘅坎卦。咁日藏烏咧就係蛇，亦即係後天8卦入邊嘅離卦。自有龜蛇雙盤結，亦即係坎離交媾，水火既濟。點樣理解呢？如果呢度有易根基礎嘅朋友咧，
應該會明白我跟住講乜嘢嘅啦。萬物分陰陽，陰中帶陽，陽中帶陰。男人係陽，女人就係陰。太陽係陽，月亮就係陰，月為陰。陰喺八卦嘅符號入邊係兩個長啲嘅月光床套，就係陰爻中藏呢個月套。坎卦呢一橫就係嗰個玉套，亦即係陽爻。其實月藏玉套嘅意思就係陰中藏陽坎卦，代表咗我哋身體入邊嘅腎臟。其實亦即係我哋屬陰嘅腎臟入邊藏咗一啲真陽。日為陽，陽喺八卦符號入邊就係一個長橫太陽。藏烏就係陽爻入邊藏咗個烏，你易卦入邊呢兩個點就係可以飛嘅烏，亦即係陰爻。日藏烏講明白啲就係陽中藏陰。離卦代表咗我哋身體入邊嘅心臟，其實就係我哋屬陽嘅心臟藏咗一點真陰。代表陰屬性嘅腎臟月中套入邊藏咗一點陽，代表陽屬性心臟嘅日中烏入邊就藏咗一啲陰。所以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龜蛇盤結，就係令到佢陰陽交媾，水火既濟。喺修煉丹道過程入邊令到自身身體達到一種陰陽平衡嘅狀態，就能夠令修行者進入嗰種更高維度嘅意識體驗啦。而長生訣嘅第三個層次就係超越同升華。如果可以做到前面講嘅龜蛇盤結，就證明你已經達到咗一種能量高度集中嘅狀態，就好似熊熊火焰入邊生出一粒金蓮，而嗰粒金蓮就係丹道修行入邊最後追求嘅嗰粒金丹。就好似生命嘅能量一直累積到一個臨界值嗰陣時候就會產生質嘅飛揚啦。比如話碳元素喺常規環境下邊可能只係煤炭、天然氣，甚至動植物生命體嘅組成部分嚟嘅啫。但係如果經過高溫高壓嘅特殊處理，亦即係我哋進行嘅龜蛇盤結方法，就可以令到碳元素物質提純為鑽石，即係龜蛇盤結之後結成嘅金丹。到咗嗰陣時，做佛做仙咪任得你揀啦。但係裏頭就異常凶險啦。如果唔係菩提祖師都唔會毅然決然要趕走孫悟空，而且同佢講，如果你唔走就性命難保啦。因為孫悟空而家正係進入到呢篇長生訣入邊最凶險嘅階段，斬速五行顛倒用。丹道之法最重要嘅就係聚合五行要素，合天地四象，然後逆轉造化，實現武氣朝元同內在能量嘅平衡。其實喺四面楚歌嘅殺機之中，求翻少少生氣，搏一啲長生嘅機會。我哋之前講過啦，修仙修道關鍵就係逆轉，一逆一轉，如果失敗就會灰飛煙滅。孫悟空就係喺而家最重要嘅階段。其實孫悟空係好勤力嘅，菩提祖師傳俾佢大品天仙訣同72變之後佢就日夜苦修。呢一日，眾師兄就叫孫悟空上去展現下自己嘅本領。孫悟空亦都即刻應承，搖身一變就變咗一棵松樹。但係咁搞就搞到菩提祖師就鬧佢啦。你等大呼小叫，全不像個修行的極端。修行的人開神氣散，褻動是非生，如何在此樣笑？孫悟空其實正就係犯咗長生訣入邊緊固牢藏休泄漏，摒除邪欲得清涼呢兩句好關鍵嘅修行要求，亦都證明咗而家嘅孫悟空其實尚未明心見性，所以好明顯啦，喺呢個靈台方寸山間嘅修行已經完全唔適合孫悟空。馬騮仔喺人哋面前演嘢，其實就係一種慾望嘅驅使同表現。菩提祖師亦都係發現咗呢一點，馬騮仔仲有凡情未了噃。呢個凡情並唔係話馬騮仔貪戀紅塵間嘅種種情感，呢個凡情講嘅其實就係執。
係馬騮仔自己嘅內心唔平靜啊，佢仍然會受到好多外界人事物嘅影響，佢對自己嘅妄念貪欲仍然有執着，呢啲心態離開明心見性仲差好遠。如果繼續保持咁樣嘅狀態，馬騮仔嘅修行就會前功盡廢，甚至會灰飛煙滅。因為菩提祖師傳長生訣俾馬騮仔嗰陣，佢已經講過噶啦，此乃非常之道，奪天地之造化，侵日月之元機，丹成之日，鬼神難容。所以若丹未成，馬騮仔必然功虧一簣，就好似菩提祖師講嘅，恐性命不保。咁亦都係點解菩提祖師決然要孫悟空走，而且佢嘅目的就係為咗等孫悟空去破除自己心中嗰個執。修行嘅人口開神氣散，舌動是非生。修行嘅目的係乜嘢呢？修行嘅目的係長生。長生嘅基礎入邊嘅基礎就係呢兩句：口開神氣散，舌動是非生。道家就認為氣為生命之本。我哋每講一句說話呢，都係精氣嘅外在表現，都會消耗自己嘅精氣存量。所以喺中醫理論入邊呢，就有多言則氣乏嘅講法。你成日開口講嘢呢，就會導致氣機外散，令到個人精神渙散，體力下降。所以要求長生，就要學識謹言禁言，因為講得多呢，就係神氣外泄嘅根源啦。而舌動是非生，就係代表心性同業力嘅關係。道家將口舌呢啲是非呢，就叫做口業，大致呢就有妄語啊、兩舌啊、奇語啊、惡口等等。口業同殺生、淫邪呢啲呢，係同等地位嘅惡業，亦都係災禍嘅根源。利啊，係心嘅門戶。要知道一個人嘅心性狀態，由佢哋嘅言語入邊就可以睇到多少㗎喇。所以菩提祖師喺嗰班徒弟插科打諢嘅喧鬧入邊，就睇得出嗰班徒弟嘅修道修性之心唔純粹。包括孫悟空，亦都只係學習咗本領，但係練心嘅階段仲遠遠未夠。咁更加證明咗孫悟空而家仲未明心見性。所以跟住菩提祖師就叫馬騮仔邊度嚟就翻去邊度，其實就係叫馬騮仔翻去破除自己嘅執念，係明心見性嘅第一步。明心見性到底係乜嘢？就係見到自己嘅本性，揾到自己嘅元神。簡單啲嚟講，就係睇清自己嘅本來面目。就算你唔修丹道，唔妄想長生，菩提祖師叫孫悟空邊度嚟就翻去邊度。其實就係等呢隻馬騮仔揾到自己嘅本性、本心，識真我、認本我、見本性元神。馬騮仔喺邊度嚟嘅？孫悟空呢，係個奪天地造化嘅丹道天賦型修煉選手嚟嘅。佢即刻就頓悟啦。佢喺花果山而嚟，而家要翻花果山啦。咁點解要破除我執就要翻到花果山呢？點解翻到花果山先至真正做得到明心見性呢？因為道不外求啊！呢個道理當時嘅孫悟空未明白噶。不過當佢經歷咗108000里筋斗雲，仲係翻唔出五指山嗰陣時呢，當佢食咗九轉金丹，仲係練唔到真本領嗰陣時呢，當佢發現金箍棒再犀利都打唔開自己心裏執念嗰陣時呢，佢就會明白最大嘅敵人其實就係佢自己。所以後面嘅取經路呢，上天入地無所不能嘅真美猴王，遇到假我出現嘅鹿耳獼猴嗰陣時，孫悟空點解會挨咁多鹹苦，亦都講得通呢？咁點解孫悟空只有翻到花果山先可以做到明心見性呢？因為明心見性呢個過程其實係一個圓，佢有3個階段：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見山還是山。第一個階段嘅見山是山，係天真眼入邊嘅天真世界，就好似我哋細個嗰陣時，始終相信好人有好報嘅絕對正義。
就好似開始嘅孫悟空係水簾洞入邊嘅美猴王，無拘無束，內心澄澈乾淨。而第二個階段呢，見山不是山，係解救者嘅迷霧森林。隨住我哋年齡嘅增長同埋閱歷嘅提升，我哋學習到好多知識，掌握咗好多本領。咁喺呢個時間呢，我哋往往就會將簡單嘅嘢諗到好複雜。山亦都唔再係佢本來嘅面目。就比如話，我哋會將愛情解構成為多巴胺嘅分泌咧，會將 KPI 同埋年薪當做丈量人生價值嘅尺。就好似出海尋仙之後嘅孫悟空，雖然佢學到各種本領，但係佢心入邊呢就有咗爭強好勝嘅慾望。行為上舉手投足之間有通天偉地之能，但係嗰一刻佢個內心呢就好似俾太陽射住嘅火焰山咁樣急躁狂烈。當時嘅山已經唔再係自己啦。第三個階段，見山還是山，係歸來者自成自明嘅境界。呢個時候歷盡千帆再見到嘅山，既有少年時初見嘅鮮活，亦有歲月沉澱後嘅厚重。就好似經常飲茶嘅人，佢可以同時試到一杯好茶嘅鮮爽同埋陳化嘅醇厚。就好似老匠人，只需要用手摸下嚿木頭，就知道木頭嘅紋路走向同歲月嘅包裝。菩提祖師叫孫悟空翻去佢嚟嗰陣嘅地方，其實就希望佢嘅愛徒可以進入到第三個階段，見山還是山。佢希望孫悟空可以翻到本我嘅狀態，打破自己嘅執念，得到自覺嘅大自在。可能好多人都嘗試過等自己靜心，心無旁騖，進入到嗰種古人單刀描繪嘅境地，但係始終都冇辦法做到。嗱，我哋不妨學習下呢隻馬騮仔嘅方法，用破執嘅方式翻返去原點，接近本性，亦即係接近我哋嘅元神。孫悟空俾菩提祖師趕落山，翻到花果山見到雲世魔王。孫悟空嘅執書用雲世魔王嘅方式進行咗具象嘅描繪。雲世魔王係咩呢？如果你睇過另一本名著《紅樓夢》嘅話，你應該知道賈寶玉就係嗰個雲世魔王啦。因為曾經嘅賈寶玉懶惰、貪婪、好色，賈府咁多丫鬟，佢基本都舐過噶啦。其實雲世魔王就係我哋慾望嘅化身。而喺道家睇嚟呢，有6種慾望係最阻礙修行嘅，分別係色慾、色形貌慾、威儀慾、言語音聲慾、氣華慾、人相慾。孫悟空喺眾師兄弟面前演嘢，咪就係6慾之中嘅威儀慾咯。由佛教嘅角度嚟講，6慾又被稱為眼、耳、鼻、舌、身、意6根。呢6根對應人嘅感官慾望。所謂嘅6根清淨，破除嘅其實就係自身嘅慾望。所以如果你玩過黑神話悟空，你就明白㗎啦。遊戲入邊各個魔王攞到嘅6根器：眼看喜，耳聽怒，鼻嗅愛，舌嘗思，身本優，意漸欲。其實就係6慾6根。孫悟空殺魔王嘅過程，唔單止係破執嘅過程同破欲嘅過程。其實如果你睇明書中所寫咁多細節嘅話，你就可以真正明白我哋喺丹道修行入邊能夠真正實踐、真正借鑒嗰啲破執嘅方法。原著記載，雲世魔王住喺三界坎元山5行水狀洞。坎元就係八卦入邊嘅坎，佢嘅類象含義係水，顏色係黑色，方位係北方。而雲世魔王咁啱由頭到尾都着一身黑衣，佢住嘅洞府係水狀洞，而且佢嘅位置就喺水簾洞北邊。好明顯，雲世魔王所代表嘅含義，其實就係人體入邊後天坎宮腎臟嘅位置，係至陰濁水之所在。佢喺呢度隱喻住色神。雲世魔王喺孫悟空走咗之後，
強佔水簾洞嘅行為，象徵咗人出生之後，元神將主導權被迫讓咗俾色神，導致成個花果山俾慾望所侵佔。嗱，呢度要留心聽啦，咁就代表咗喺修行嘅過程入邊呢，如果你唔控制好自己嘅腎水，即係自己下半身呢，你就會走漏神識，俾食神佔據主導，進一步破壞你嘅元神，佔據你嘅洞府，等你成為貪嗔癡所支配嘅一具行屍走肉，從此就只有永墮輪迴之苦嘅命運啦。水簾洞喺原著入邊啊，被稱為洞天福地，亦即係我哋修行過程入邊最深一處嘅真意之所在。呢度象徵元神嘅純淨狀態，呢度寄存住真陽之氣，但係俾腎水侵蝕之後呢，嗰件真陽之氣就冇晒噶啦噃，修行之路呢亦就咁斷咗啦。孫悟空係心元，混世魔王係腎水藏。孫悟空同混世魔王嘅戰鬥，其實就係取堪田離，平衡心腎嘅修行秘藥，亦係水火既濟嘅修煉過程，亦即係大品天仙訣入邊記載嘅龜蛇槍盤結嘅法門。而孫悟空搞掂混世魔王之後，心元回歸心田，真心回歸，滅除咗邪魔，等元神再度歸位，而且仲攝取陽神中嘅元氣，亦即係真元，更加為未來嘅修行之路打咗好好嘅基礎。到呢度呢，其實我哋原著嘅前兩回基本講完嘅咧，但係仲有一個問題，而且呢個問題好有深度，就係菩提祖師到底係邊個？佢代表咗乜嘢？點解菩提祖師喺馬騮仔臨走前同佢講：憑你怎麼惹禍行凶，卻不許說是我的徒弟？你說出半個字來，我就把你這猢猻剝皮錯骨，將神魂貶在九幽之處，叫你萬劫不得翻身。咁點解喺本書入邊之後再未喺任何人口中聽過菩提祖師個名呢？咁點解之後孫悟空真係再冇見過菩提祖師呢？唔好同我講乜嘢菩提祖師本身就唔存在，係孫悟空想象出嚟，更加唔好提出乜嘢陰謀論嘅講法，話菩提祖師係邊個變嘅。菩提祖師點解會警告孫悟空唔准翻嚟，亦唔准再提自己個名呢？因為就算喺單獨修行入邊，亦都係師徒之間口耳相傳嘅一個秘密。但其實呢個秘密好簡單，只不過係好少有人聽講過。因為呢個秘密係此岸彼岸同渡船人之間嘅關係。修行嘅過程度，執念係我哋嘅敵人，而且呢個敵人堅不可破。但有時佢又係我哋嘅朋友。冇咗執念，就冇咗向上嘅動力。所以執念嘅尺寸好重要。嗱，一心想要修道成仙嘅孫悟空，佢就得個長生嘅執念，堅持要出海拜師尋仙。如果孫悟空嘅執念一直冇滿足嘅話呢，亦即係佢一直都揾唔到可以教佢長生方法嘅師傅，咁佢就會死噶啦。換句說話嚟講，呢個執念最終就會害死呢隻馬騮。而呢個時間菩提祖師出現呢，佢就相當於一個渡船人，將孫悟空由執念開始嘅岸邊帶到達執念嘅彼岸。菩提祖師教咗孫悟空無上嘅功法，令到佢走上單道修煉得道成仙呢條路。簡單嚟講，孫悟空有執念，如果呢個執念唔完成，佢就會死。而菩提祖師就係幫孫悟空完成執念嘅渡船人，將孫悟空由此岸渡到去彼岸，等到佢可以真正踏上得道修仙修行呢條路。但係無論係修道修行定係紅塵百事，我哋都會遇到新嘅慾望同新嘅執念。就算你係渡船人、菩提祖師，有一日你都可能會成為孫悟空新嘅執念。當悟空喺人前顯露自己本領之後，菩提祖師就知道呢隻馬騮仔有咗新嘅執念，而幫助佢完成呢個執念嘅渡船人，並唔係菩提祖師，而係馬騮本人，所以先會叫馬騮落山自己去破執。菩提祖師亦都知道，如果唔斬斷孫悟空心入邊嗰粒尚未升起嘅執念種子，自己以後都會成為佢嘅執念，所以叫佢完全忘記自己，唔可以提自己任何信息，
目的就係要撳死呢一粒執念嘅種子。正所謂迷是師道，悟是自道，自性自道方是根本。菩提祖師只係猴子修煉過程入邊嘅一個渡船人啫，後面仲要經歷過千難萬難，先至可以成就金丹大道。而剩低嘅路呢，就靠隻馬騮仔自信自度啦。咁亦就係點解好多人修行丹道之法，睇到好多書，拜咗各地名師，仲係一塌糊塗嘅根本原因。因為我哋往往都唔記得，想要由此岸到達彼岸，過度依賴嗰個渡船人，本身就係一種執念。不過講翻轉頭啊，孫悟空呢個時間戰勝咗混世魔王，但係新嘅心魔已經披上慾望嘅外衣嚟到門口啦噃。對於馬騮仔嚟講，修行呢條路呢，水簾洞嘅甘泉係誘惑，水簾洞嘅逐流係考驗，花果山嘅安逸係幻想，方寸山嘅美好係短暫。唯有將金箍棒化作菩提柱，咁先至可以喺81難嘅歲月入邊練出嗰個金丹。今期嘅節目就係咁先，中意嘅朋友記得 subscribe、like and share，我哋下期再見。